因为新冠疫情是还未结束，疾管署监测到发现讲疫情有可能还佫继续压悬，而且会持续到7月初。另外，流感嘛新增加2个死亡的案例，未来2礼拜流感的疫情嘛共款会愈来愈热烈。那高主即马佫有新增加10个确定病例，即马有2万多个预防者，后礼拜就当开始注射。新冠肺炎第4波疫情是慢慢升悬，疾管署监测发现讲，顶礼拜每日平均是增加116例中重症，死亡每日平均是增加15例，拢比前1礼拜是小可加。恐惊会一路升悬到7月初，而且变异株 XBB 已经占4成，要活着的人佮活着的机会会增加。新的这个 XBB 的这个变异株呢，有包括大家外界所称的大角星，但是也有另外这个先前已经流行在欧美的 XBB.1.5。所以目前 XBB 来讲，也是有可能成为下一波主流的病毒。另外，流感的疫情嘛继续烧，顶礼拜是增加28例流感，而且发生重症的病例，其中无到10岁有4例，而且佫增加2例死亡个案，拢是有慢性病70岁以上的士大人，拢无做过本季的流感预防针，2个人拢是感染到 A 型的 H1N1。疾管署提醒讲，流感疫情未来2礼拜有可能继续佫起嚟。最近因为这个防疫规定松绑啊，口罩的很多人就是可以取下，还有就是出游的人潮增加等等，都增加了这个流行性感冒或者是其他病毒的这个传播的机会。另外，高主阁增加15例确定病例，包括14例本土和1例境外移入。加起来，国内高主个案已经有79例。进前紧急购买的2万罐高主疫苗已经到台湾，即马当在做风险检验，暗算对后礼拜开始提供预约来注射。今年嘛出现第一件朱卡病毒家庭群聚事件，是北部30多岁翁仔某去马尔地夫旅游，结果话到等来台湾了后，就出现镜头，采检发现是话到朱卡病毒，好在已经康复出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日本医已经